下美股最新嘅市況。指數繼續靠穩，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升16點，做10,28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升5點，報1085點。再睇下以預託證券形式，亦即係 ADR 喺美國買賣港股早段嘅表現啊，見到係個別發展。匯豐控股比本港收市價低，中移動、中石油同埋中海油都比本港收市價高唔夠1%。電話聯絡到僑豐期貨業務發展董事總經理林賽瑩同我哋講下有關於商品市場嘅情況。Mandy 你好。你好 Abby。油價上日一度升超過2美元，升穿過74美元一桶嘅水平。今晚翻嚟一偏軟翻，落翻去73美元呢啲位啦。成個商品市場係咪都係睇住聽晚公布個 non-farm payroll 同埋失業率啦？如果出嚟啲數據同預期差唔多，對油價影響係點啊？係啊，如果你話睇翻啦，未來呢一兩日當然大家會睇翻就業數據啦。咁過去呢幾日其實油價都反彈翻唔少上嚟嘅，最主要呢，就你睇翻美國呢一次嘅颶風啦，個級數呢亦都係超越成4級，咁所以呢令到油價都係比較硬淨啦。但係琴晚呢所出嚟嘅庫存量上面就比市場出乎預期嘅係多啊，亦都係超過330萬桶啦。咁所以見到油價呢就靠後上到84蚊之後就有少少回軟嘅壓力啦。咁明日呢就係美國商務部就會公布呢一個非農業新增職位啦，同埋就失業率嘅數字。咁大家都睇得幾緊嘅，因為今晚呢一次嘅 Jobless Claim 啦，今個星期嘅 Jobless Claim 就落翻啲落嚟啦，由50萬落翻到47.3萬啦。咁而相對呢，大家都會睇翻明日究竟個市場上面嚟緊嘅氣氛會唔會做翻好啲呢？其實都好睇聽日嘅數據㗎。除咗睇個數據之外咧，睇下金價咧，今晚就升嘅，逼近1250美元一盎司水平。全球最大嘅黃金上市交易基金 Spider 呢個持金量嘅上升，係咪反映住黃金嘅需求咧都係穩健？對於金價嚟講係一個正面嘅因素啦。我哋睇翻踏入咗8月，基本上呢成個金融市場呢，大家就會有啲擔心啦。9月季結嘅時候，因為比較多好多歐洲嘅債務抵押工具啦，都係需要做續期嘅。咁而你見到股票市場又似乎又尋求唔到一個明確啲嘅方向啦，令到好多嘅資金呢就流向兩方面嘅投資嘅資產，一方面就係美國嘅短債身上，另外一方面就黃金啦。我哋都見到今晚呢美國10年債呢個孳息率亦都落到2厘樓下嘅。咁都幾明顯啦，市場上面既然冇方向嘅債券個回報率又唔係話咁高，咁而黃金嘅咁有一啲嘅資金流佢都係正常。咁只不過投資者都要注意啦，因為始終 record high 嘅水平係1267美元一盎司。咁如果佢遲遲未能夠真係去試頂位嘅時候呢，都要隨時要預備，可能當佢未上到之後，可能個波幅就會開始擴大嘅。金價今晚嘅升幅亦都擴大去到1252呢啲位啦。再睇下銅價啦，升到去4個月嘅高位嗰度徘徊。最主要係咪都係受到市場對於經濟前景樂觀嗰個預期影響啊？我哋頭先睇翻呢，金價基本上上落都係應該介乎1220至到1265蚊呢啲嘅水平啦。咁至於銅價就有少少唔同嘅，銅呢段時間嘅升浪就有基本因素嘅支持，因為睇翻近日啦，歐洲嘅訂單上面，我哋雖然見到就比較持平，但係喺翻亞洲呢方面，對於銅嘅入口嘅訂單啦，其實個補倉基本上嗰個速度係比較急。咁一來呢，你話隨住亞洲呢方面，我哋嘅工業嘅生產上面嘅產出嘅需求都係大咗，咁對於進口量都係有咁嘅增加嘅必要。咁再加上今年年頭嘅時候呢，智利就發生呢一次嘅地震，令到呢有一啲嘅供應係的而且確中斷咗嘅。好啊，唔該晒 Mandy 嘅分析啊，同你傾到呢一度啦。今晚環球金融快線嘅節目時間差唔多，聽晚再同大家見面，拜拜。